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一下又到了我哋运动的时间呢。我是江秀菊老师，我做书片的一位是许继文老师，有书片的一位是沈芳如老师。欢迎大家听听我三位老师来运动。一下运动的是身体关节的放松操，身体动的关节老肌肉，关节肌肉能够保持灵活，唔会硬高，人家就会生活就较方便，身体就较健康，心情就较好。好，一下开始来做脚的关节运动，第一咧先做呀。脚木足的放松操，好，要的脚打开来，差不多1肩宽，起张来，起到做脚行，右脚捏起来，脚趾捏起来，也还用脚趾头带着脚木足呢来画眼前呢，好，听听我哋向下做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完片。一下你眼前呢，一开始个下呢，记得咯，莫按夹，莫按急慢慢的来做安尼慢慢来做。等到做几多以后呢，有点像暖身一样的，好诶，我夹再夹弯过来，往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再换一个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一下弯过来，起到右脚，起好来哦。你家下记得，身体要起张了，骨头要张下巴呢，下眼呢稍微收一点点的进来好，右左脚的脚趾捏起来，同样先往外转，慢慢的转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再从外面转进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转到100以后，可以幅度转较大一点嘞运动量的幅度较大一点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片从里面转到外面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一下呢你转某一天要转1球的，转1多次，你的时间较多，你就多转几次。活动的多一点，脚木足的关节就会较灵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那个运动，好，同样起到左脚，起好来，右脚呢，强啊，不要往面前，起好来哦，骨头要起张了，一定要起张了下眼呢稍微略收，头要张，头脑要张，你可以保持身体平衡。做呀，你要脚卡一了，那种讲你感觉不平衡，或者到你可以扶凳的，唔怕扶凳做嘅冇到扶凳壁都冇上看。好，一下右脚卡起来，唔是按高然后倾下去，脚趾、脚盘倾下去，
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脚徛起来，脚掌踢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弯脚，同样安尼做好，左脚徛直了起来，脚趾脚盘牵下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脚掌踢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按过来弯脚哈。同样安尼做个一摆，哈，也可以按照时间呢，较久一点点的，唔怕。好，徛起来，脚趾脚盘牵下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还可以呢，顺下转过来转，好，画圆圈。1、2、3、4、5。翻过来转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弯脚，同样哈，牵改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转。1、2、3、4、5。翻过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好，杀下来呢，阮七头的转圆圈的哈，两只手变七头蛋糕，同样转圆圈的哈，慢慢的转，右撇，后背，左撇，面前，安尼包圆圈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片，同样唔好做按脚哈。安尼七头呢，运动量动态，故说呢，只要那个通通啊呢，会较灵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起来。好，一下按来张高顺上接下来按就做呀，脚同样踢脚背徛起来，起好了，起上来，迄起唔稳，唔怕，板凳的凳呢，板凳做个都唔怕哈。好，起了，身体来张来，要七条前后摆荡，慢慢的摆，莫用力咯。好，就像始终按呢荡过来荡过去，让我们的膝盖有运动，然后又放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起到右脚起好来，要不然左脚哈，同样左脚和踢脚背徛起来，用七条哈，往前往后，安尼慢慢的荡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一定要记得哈，俺要的做俺的运动呢，迄种讲起唔强得到一天而板凳了哈，板凳的运动呢，俺来讲唔会危险。好，也还俺做的，迄对脚拇足、脚趾、脚趾头，或者都俺咧
规则嘅脚嘅运动，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就天天喺度都较只嘅运动，身体就会健康。一下呢，将开始将做家嘅一道，大家天天来看，天天来做哈。好，第二咧係你腳趾轉圓圈咧，係腳拇指嘅運動，右腳做完咧，變彎左腳。嚇，第二種係呢，你腳趾腳排踢腳掌，嚇，右腳做完咧，同樣彎左腳。嚇，你腳趾腳排踢腳掌。第三種呢，係右腳趾頭嘅轉圓圈咧，慢慢嘅嚟轉圓圈咧，嚇轉右邊，轉左邊，嚇，稍後來呢，同樣用腳抬起來，腳趾頭慢慢的往前往後盪，嚇，咁樣呢，大家就做盪後，好，一下俺來稍微調息一下，來。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。好，休息一下。